新北市的线顶就业博览会19就要进行第二批找人才活动，这届特别增加线顶面试，用 VR 科技小解企业，让民众透过电子配架上就当找头路啊。你好，欢迎来参加我们这训面试。时薪就通参加面试。新北市政府19举办第二波线顶的就业博览会，可能真侪民众爱踮厝个囡仔，也是无方便到现场。佮有厂商特别增加 VR 科技，互求职者通伫线顶先看因的小解，了后再等履历表。这一次我们的客制化求才里面有4家厂商是 VR 都已经先拍好的，那里面就有很完整的企业的介绍和内容。新北就业服务处表示，虽然未解封，但是民众大部分还是先伫线顶找工课较济。另外，线顶就业博览会7月开办以来，因为失业来找头路的人占5成2，比去年同期加倍2成。这摆求财行业嘛有小可改变。一般服务业和科技制造业的占比其实是相当的，都大约是占在2成5左右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微解封现在来说的话，一般服务业开始释放的职缺有慢慢的提升。新北就业服务处指出，过去的天才有7成是科技制造业，即马随店头开门嘛开始有一块，总共有约50间的厂商提供要1800个工课。另外，只要求职者用电子批注明要面试的企业，因嘛会统一收件转予厂商安排线顶见面。记者陈雅文调随采访报道。